香港城市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係城大工學院5大學系之一，致力為香港培養優秀嘅工程人才，推動創科發展。我哋嘅 MSc 課程涵蓋材料核心知識與實踐應用，同時加入納米、AI、生物材料等新興領域，緊貼材料科學嘅高速發展。最近公布嘅2025-26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全球最佳大學排名中，我哋嘅課程更喺材料科學組別位列全球第5，香港排名第1。學生透過課程，除咗學習研發產品之餘，亦可以提升佢哋自發性、動手製作、解難能力同埋團隊精神等。我哋亦都會邀請業界人士提供回饋，俾學生了解更多真實業界嘅情況。將來無論喺實習、投身職場工作嘅時候，都能夠更容易適應工作上嘅需要。另外，我哋亦鼓勵學生參與研究實習，培養創新能力。課程更特設實習工作坊，重點強化學生嘅工程設計同製造能力。工作坊以製作自動引導機械人為目標，學生要用不同嘅工程繪圖軟件，好似 SolidWorks、CAD、CAM 設計機械零件，再以 3D 打印同水刀切割技術製作零件，完成組裝同測試。仲要編寫程式，令機械人識得自主執行任務，好玩又有嘢學。呢個訓練可以幫助學生增強喺工程設計與製造領域方面嘅競爭優勢，為未來投身工程及科研產業發展奠定良好基礎。另外，我哋仲有一個高時空分辨電子顯微鏡中心，簡稱 TRACE 實驗室，能夠拍攝材料中原子與磁性嘅動態行為。影片嘅幅率可以達到每秒100萬幅，甚至更快。而傳統嘅電子顯微鏡通常只能夠為材料嘅原子拍攝靜態圖片。透過呢個實驗室，我哋可以理解材料結構及磁性演化嘅動態過程，推進先進材料嘅技術，特別為信息產業相關嘅磁性材料研發提供實驗基礎同埋測量方法。另外，我哋亦會將 TRACE 實驗室同其他實驗室結合，讓學生對實驗科學有更好嘅切身體驗，並激發佢哋嘅學習興趣。講到 MSc 畢業生嘅出路，佢哋嘅工作選擇多元化，喺唔同行業同埋崗位上都能夠發揮所長，事業嘅發展亦非常理想。我而家喺 ACAM 結構部門嘅幕牆組擔任 Associate Director， 專責提供幕牆設計嘅技術顧問服務。我好 enjoy 而家呢份工，因為我中意靚嘅設計。做幕牆設計，除咗要考慮佢嘅結構同埋材料嘅選擇之外，外觀同美感亦都好重要。記得第一次喺高樓大廈嘅外牆做檢查，同埋第一次要我坐吊船嘅情景。當時架船吊咗喺40幾層樓高，令到我既緊張又難忘。喺城大學到嘅知識對我嘅工作有好大幫助，特別係電腦繪圖軟件嘅使用、結構嘅基本知識同埋材料嘅知識。因為做幕牆設計嘅時候，經常都要用到呢啲技能，工作就自然更加得心應手。未來我會持續學習，不斷增進自己嘅知識，同時亦都希望利用自己累積嘅經驗，培育更優秀嘅新一代。我依家喺 NAMI 做高分子材料工程師，平日工作係研究點樣合成新材料，然後應用喺電池產品入邊，生產更高性能或者更環保嘅新一代電池。電池技術非常複雜，一定要成班研究團隊通力合作先搞得掂。NAMI 有好多好叻，值得我學習嘅同事，我 enjoy 同佢哋合作，互相討論嘅過程，大家將各自嘅能力同智慧匯聚埋一齊。MSc 課程備有唔同科目，令我哋接觸唔同範疇嘅新知識，仲訓練我哋用專業精簡化嘅語言同邏輯去做彙報。呢個訓練對我嘅工作非常有用。依家無論係理解一啲新材料定係新現象，我都能夠有效查找答案，消化清楚，向團隊同客戶解釋。另外 ，MSc 仲有一個有趣嘅必修課，需要喺暑假期間每日打卡，從中學習 3D 繪圖，又會需要拆開風筒，理解電路設計。
金屬加工、焊接呢啲 hands-on 嘅技能。呢啲多樣化嘅實際經驗，令我真正明白做工程師係需要落手落腳，從基本原理去解決問題，培養一種敏銳感，點樣發現現象，點樣揾答案，同時有能力用合適工具去達成目標。未來我希望繼續喺科研領域累積多啲專業知識同經驗，做有價值嘅研究，同團隊一齊發揮更大嘅影響力。